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6月30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中国表决通过针对香港所定的国家安全法的条文，美国嘛宣布即时撤销香港过去特别的待遇。台中火力发电厂2号发电机重新运转，台中市政府甲台电同发2000万，佮讲会移送台电的负责人发办。国际性的媒体报道讲，科学家又伫咧中国发现一款新型感冒的病毒，未来病毒若变种，人喂人也是有可能。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早起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手表决通过针对香港所定的国家安全法一切条文。详细2月下晡就会公开，明仔载就会生效。美国的中央政府即阵嘛宣布讲，即时撤销香港过去特别的待遇，佮有禁止甲国防科技有牵涉的产品出口过去香港。各界高度关注的港版国安法，根据香港媒体报道，30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闭幕前表决，得到162名人大常委全数通过，有计伫同一天的下昼公开具体条文，7月初1生效。综合香港媒体报道，草案中规定4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包括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甲勾结外国还是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其中分裂国家甲颠覆国家政权2项罪行，相关刑罚可能是终身监禁。根据了解，港版国安法将无追究以往，也毋过会考虑相关人员的过去行为作为检控的依据。也毋过，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无对港版国安法通過發表看法。今次開會嘅議程呢，亦都有關於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建立呢個健全機制而需要制定嘅港區嘅國安法，亦都喺呢2日咧有好多揣測報導，無論係關於條文或者甚至係人事嘅安排，所以我覺得咧，我喺呢度呢一刻咧並不適合去回應任何嘅提問或者係有關一啲嘅解釋嚇。對香港地位動搖，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宣布撤銷對香港嘅特殊待遇地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也表示，停止出口涉及國防科技嘅物資到香港，以防止受管制物品落入中國解放軍嘅手中，是繼續美國通過香港自治法案，甲對中國官員實施簽證限制了後，再度對港版國安法嘅制裁行動，對處中國甲港府攏回嗆，美國無權干涉香港事務甲中國內政，也用反制措施。針對美方上述錯誤行徑，中方決定對在涉港問題上表現惡劣的美方人員實施簽證限制。在這個敏感時期，中國解放軍部公開解放軍駐港部隊進行實彈射擊訓練的影片，在影片中顯示幾名駐港部隊狙擊手在無共的極端環境精準射擊。香港學者認為，這種強調會當發動遠距離、精準奪命攻擊軍種的影片，是想要展示軍方在必要時陣有能力對港獨分子執行斬首行動。記者綜合報道。中國政府針對香港所制定的國家安全法表決通過，蔡英文總統一來表示講，本地中國引人50年無改變，但說有講無行，可見一國兩制絕對嘛是空嘴無舌。二來蔡總統嘛講，咱也已經有設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對明仔載開始就通盡量協助香港人民來台灣讀書、食頭路等等的事業。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30日早起表決通過真受爭議的港區國安法，會議中以162票全數同意強勢通過。對此，蔡總統表示，中國未當遵守香港50年不變的約束，感覺失望，並且再次強調一國兩制是不可行。國安法的通過，讓人感到就是說，他這個承諾確實是打了很大的折扣哈。那我們對於這個中國沒有辦法履行他的承諾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失望哈。那這也證明了一國兩制是不可行的。
曹总统也公告，政府已经设置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推行香港领导援助关怀行动专案，协助香港人来台就学就业、移民登记等。预计7月初1开始营运。对香港的人民提供人道的协助跟关怀。那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办公室，这个叫做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那这个办公室在7月1号就会开始运转陆委会是谴责北京背弃对港约束，和香港失去人权自由法治等普世价值，更加失去连续25年全球上自由经济体地位。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政治的消息，昨日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入去占领国会议场，头尾无到1日就收煞。不过民进党这边也是判断讲，这款代志就要提防，唔只会装透明换因的立法委员退论当敌，早起佫发出加急动员令。总是国民党的江启臣主席犹原是讲，决定会针对监察委员的提名主动大地。破除伫立法院提名老师会值班相片，民进党立委兼国民党团各在占立法院，决定24点钟久排班老手。国民党暗示要占立法院的行动，虽然和民进党以人数优势动来，也毋过讲因野果会大。接下来的临时会，我已经跟我们的党团总召书记长讲好，没完没了，随时回来。公对监察院人事案要反对到底，不过伫咧一阵混乱中，议员表决通过民进党团所提出的临时会是停假议案。29日闹随开临时会，表决通过监察院人事动议法案的投票，分别伫7月初10甲17进行。他们通过了议程没有任何在野党的提案放得进去，他们就是这么阿法。你用攻击性的，完全毫无道理，说审计必须换掉。这个不可能接受的嘛！民进党团总召黄建明批评国民党的做法，民进党希望撤回可感的名单，时代力量主张加开公听会。不管蔡总统认为有多么的跨党派，我们目前看到确实没有跨党派；有多么的多元，我们认为很多还是酬庸性质，这些都让我们认为这20几个名单确实不宜现在就提出。那我们认为说要来面对这个广大的反对或是质疑的声浪，所以我们认为说立法院该要召开这个公听会，考监人事案的公听会。29号立法院工作人员伫咧议场内恢复被破坏的议场设备。民进党团为了避免再发生国民党占领议场的事件，今仔早起6点也提出加急动员，确保临时会当顺利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关心不动产处理条例，敢有含宪法冲突？进前台北高等行政法院7个法官联合签名申请，就要改写宪法。早起这条案严肃辩论，7个申请的法官唔愿落人话变，拢照请假。不过国民党这边又愿批评讲，主持裁决的大法官过去这部法律伫咧立法的时，就斗出真济力，分明是有失公平。大法官30针对不动产处理条例召开宪法法定严肃辩论庭，其中有6大争议点，包括东山会成立的依据甲权限，敢是应该由宪法为解来规定；东山会敢是变做滥用职权的乌机关；针对特定政党立法，敢是有符合宪法；附随组织的认定，敢是有违反属其假案的原则等等。东山会是由诸位林鸿正代表出席，强调东山条例符合宪法，是实现国家转型正义工程袂当欠缺的一个部分。我们必须面对过去的对于人民基本人权的剥夺，还有在党国不分的状态之下，执政的政党不当取得的财产要怎么回复的问题，这个不是台湾所独有的，这是世界各国都在这样处理，所以当然处理一定是转型正义一个重要的一环。利害关系人国民党甲因的附随组织方面，嘛有派代表来出席。另外，妇联会前一天乘车考状列等等3个大法官会被起互驳回。国民党嘛质疑，其中几个大法官伫咧过去不动产处理条例立法的过程当中拢有出来，安尼是要安怎有公平性？到底有哪些大法官曾经参与党产条例的制定的过程，甚至他们的意见成为法条的内容，今天却没有回避？这个其实是影响今天整个释宪公正性的问题。这个台北高等行政法以3法定7个申请法官，因为烦恼讲改罪案出来了后，刷落去审理，可能会去用质疑求原兼裁判，决定讲无要参加辩论，全部拢请假欠息，创申请人无出庭的司法修例。严肃辩论庭出来了后，东山条例释宪的结果，嘛会伫8月底进行出来。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院性别平等委员会对民间所邀请的委员，伫咧林路林进前开记者会指出讲，虽然蔡英文总统本身是女性，毋过即摆新提名的内阁，查某一级主管到单只有3个，含全世界比拼起来排伫咧真后尾。伊嘛望讲，久长来看，政府上好就爱立法，将内阁男女官员的比例纸头纸尾明文规定落来。落实性平会决策机制。本届任期的上尾一天，行政院性平会委员发口号，希望政府会当重视内阁性别无平等的现象。因为虽然总统蔡英文是女性，但是这届内阁却是史上男性比例上悬，女性只有3个。经济部长王美花、劳动部长许明春，也有公平会主委黄美英。我们是有100%的女性总统，我们是有41.5%的这样的女性的国会议员。可是我们的内阁是只有6.9，这3个数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悬殊哦。显然我们的政治人物远远落后于社会人民的进步。根据行政院性平处出版的2020性别多项之统计范围，台湾内阁的女性占比刚有6.9%，伫全球190个国家内底排165名。反倒去看2000年迄当阵总统陈水扁时代，东非内阁有21.4%是女性。性平会委员指出，20年来内阁的女性比例豆豆啊咧降低，世界排名嘛愈来愈后面。台湾曾经在第11到15名。20年来一直往下降，降到165名，这个是不是台湾人的耻辱啊？是不是我们应该大家要强力监督的？如何提升女性的参政比例？委员提出4项诉求，希望内阁会当甲比例法制化。不过，伫这进程应该推动任何一个性别比例1/3的原则来实施，通来变成一种政治惯例。对这委员的意见，行政院发言人第1名回应表示，会继续沟通。记者郭灿台北台北报道。再来关心早起高雄市长补选，国民党所提名的李美珍议员宣布助选的人马。因为伊的发言人甲青年团的团长，过去拢捌伫咧韩国瑜市长任内担当过市府的要职，这嘛引起对手民进党的候选人陈其迈这边面表示不满，批评讲敢是韩国瑜的罢免案还未收煞咧。高雄市长补选选战剩1个半月，国民党参选人李美珍的竞选团队总算是伫29号暗时确定，主要名单内底会当看到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做营务主委，前高雄市议长柯坤元的太太林思雨做主委，总干事是前立委江玲君，另外发言人有谢龙介甲郑兆新。青年团的团长是林鼎超，因为郑兆新甲林鼎超分别是韩市府的前新闻局长甲青年局局长，嘛互看作是韩国瑜的人马。他们是本来的市府团队，但是他是当初也是找来帮忙韩国瑜的。那这样子的青年，他有很多理想抱负。那其实当初只是找来市府团队，也不算说他们就叫做韩团队。所以我希望再给他们机会发挥一次。李美珍希望互韩市府的人得一摆的机会来服务高雄。陈其迈定赢的发言人黄文仪直接批评，安尼根本就是把6月6号的韩国瑜罢免案变作是延长赛。陈其迈嘛讲，市民应该会期待有新的做法。团队当然我们尊重他人事的一些安排啦，但是我们比较期待的是说能够有新的愿景那新的做法跟新的想象。虽然国民党的竞选团队因为韩国瑜引起了关心甲讨论，但总算是拿入白3个定赢的竞选团队拢全部确定，嘛会当好好开始拍这场市长补选的选战。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来关心台湾海峡紧张的气氛，日本的国防部防卫省昨公布讲，中国解放军的舰船6月26扑出宫古岛，往南走太平洋这线。6月28，因搁2只战斗机对东海这边面飞上半空中，驶过来台湾的东边。这也是中国军方这月第10摆派出飞机扰乱咱的视边。学者就分析讲，中国这款手段分明就是咧和美国互相压手吧。解放军最近的动作真多，日本防卫省29公布，
强军的护卫舰滨江南日落出强孤岛了后，向南进入太平洋，而北返航嘛经过同款的路线。另外，2台强机轰落的轰炸机是出现伫同一天，为东海升空通过强孤水道，出现伫台湾东部的空隙。这嘛是强军的军机这个月第10遍晓台，引发台海局势紧张。学者分析，中国这个举动是真明显要反制美军最近真侪遍派军机来南海情搜。在台湾的西南部空域跟巴士海峡，主要的是战斗机为主，也就是在围堵美国的 P8或 EP3这一系列的侦察机。台湾东北方这个宫古海峡，它派出的是轰炸机，它就是在向美国展示说，必要的时候它会攻击加索纳基地。学者表示，美中双方伫南海比拼的情势是更加紧张。美军的航母罗斯福甲尼米兹号战斗群正正举办双航母的联合军演了后，美军的海军200主动发表声明，尼米兹号甲雷根号战斗群出现伫菲律宾海实施联合军演，展现守护印太地区的决心。面对美军8天来就2遍进行双航母的军演，中国宣布7月初1伫西沙群岛会展开5天的军演。从第3舰队的2艘航舰尼米兹跟罗斯福都向前支援第7舰队的雷根号，他们最着重是菲律宾海水下的这些中国核潜舰的可能行动，是水下战场，这可能更为重要，而且更为关键。针对中国加强扰台力头，蔡总统话话，国军有专程掌握，嘛适当处理，嘛甲美方深化合作。也若是外界烦恼中美双方可能会伫这波南海军演爆发冲突，学者认为讲可能性无悬。同时，美军有3阶段反制中国强打美国本土，分别伫南海水下征收中国核战舰、巴士海峡进行围堵的作战，阁有菲律宾海军舰行动。学者表示，美中2国伫咧南海水下军事比拼会更加紧张，值得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研究国际关系学者分析讲，台湾带动传染症受到世界真懊恼，当大家趁机会继续争取国际地位才是好，唔通放伫咧美国和中国对敌的中间找无出路。毋过嘛有人咧主张，咱若通紧和美国签贸易优惠的协定，这才是大进步。台湾就要好气好强。咱进来看公视台语台新闻的专题：后疫情新台湾。全球疫情摊烧，也毋过国际强权的竞争，并无因为疫情暂停。中美两国伫咧台湾海空的领域相拼斗。疫情过后，台美继续保持友善的关系，北京加强施压台湾的力量。台湾正侪年来拢是爱钱找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局势，伫咧美国 Trump 总统的连任压力之下，现在敢若会当见高平。在我们内心的深处知道，台湾最大的利益是同时跟两边都能够处理好关系。那比较残酷一点的话，就是台湾只能选择美国，因为大陆开的条件是我们没办法接受的。美国疫情烧袂停 ，Trump 面对连任的压力，带动作来追究中国的责任。同一个时间，美国国会嘛通过真侪项友台的法案。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认为，美台之间应该爱赶紧签订贸易优惠的协定，上解实际。不要把自己认为说我们可以在美中之间的矛盾里头的获利。我认为我们的机会啊，还是在于能不能从美国手上拿到更多贸易开放的让步。就是譬如我们的 TIFA 谈判，为了我们美国人的总统选举，我们的候选人都会说有些很漂亮的词，就是我们一定会帮助台湾。我们的说法跟我们的行为有时候是不一样的。台湾防疫战争拍了真水开，美国、日本、澳洲等等大国嘛拢带动作表态支持台湾，也毋过煞无提案来支持台湾参与 WHA。不过，台湾的翠暗外交得到各国关注。长期研究台湾政治的美国学者南乐观察，一半冬以来，台湾伫咧国际媒体的形象为负面的麻烦制造者，转做是民主国家的防疫典范。这个肺炎的情况越来越好。那这个口罩外交不会有一样的有影响力。在政府下一个挑战就是怎么可以找一个另外的方式来保护台湾的国际地位。南乐表示，台湾爱掌握这波后疫情的机会，继续和国际友人往来。这是台湾伫咧美中之外，另外找一条路，寻求国际地位提升的长期战争。
记者尤真张玉随台北报道。武汉肺炎都拖也袂煞，即阵煞阁有国际性的媒体咧曝光，科学家对中国遐猪仔的体内阁发现一款新型流行性感冒的病毒，甚至可能会喂对人类的身躯内。万不利病毒若变种，人喂人也是有可能。咱国疾病管制署的医师是先提醒讲，饲猪堵早的业者，喙炎就要挂，保护就要做好。武汉肺炎的疫情伫全世界累计超过1000万人确诊，阁有50万人死亡。目前疫苗甲药拢在研发的阶段，但是根据 BBC 的报道指出，有科学家伫中国发现一种伫台湾的新型流感病毒有猪仔喂互人的可能性。2016年开始呢，变成一个在大陆的猪只里面的一个主要的病毒。它是一只新的病毒，原来的抗体是没效，因为会使用人类的受体感染人类。而且已经有至少20%的猪工作者被感染了。对研究报告指出，这种病毒亲像是2009年的墨西哥猪流感，但是佫无完全相像。当年的杀伤力无亲像想的遐尼大，是早期的流感病毒甲猪流感的病毒有同款的所在，所以年岁较大的人是免疫。也若是国内专家指出，这种 G4EA.H1N1 的病毒，伫咧猪传互人的方面是会走接触传染途径，目前也无法度证实感染人传互人，但是病毒是真高适应人体。那在一些动物实验也发现了这个病毒株，可以在人类的呼吸道上皮细胞复制，然后也可以感染雪貂。因为新兴传染病绝大部分的来源还是来自于人畜共通传染病，包括现在的 SARS-CoV-2 也是。所以对于人畜共通传染病的监测呢，是疾病监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疾管署表示，对报告当中也无法度看出病毒感受人传互人的现象，但是嘛是爱提醒禽畜业者、甲屠宰业者，伫咧做工课时阵爱挂喙掩、穿防护衫，做好自我保护，才会当降低风险。因为即马是全面防疫的时代，警戒是绝对袂当放零。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拖全世界，诊断确定染病人数已经超过1000万，其中阁有50多万的人不幸死亡。昨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秘书长 Tedros 谭德赛也表示讲，这边的传染症要收煞也真恶。下礼拜，因还阁派出专人再一摆去中国深入查明病毒的起因。武汉肺炎到底是对倒位来的？全球的疫情爆发半年了后，世界卫生组织总算要派人去中国来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Knowing the source of the virus is very, very important. We can fight the virus better when we know everything about the virus, including how it started. And we will be sending a team next week to China to prepare for that. 5月初开始，世卫组织就希望中国开放，让专家入去调查新冠病毒的动物来源。全球包括中国在内，面对新冠的病毒，捌伫中国的武汉大爆发是无疑问。中国官媒嘛捌改号做武汉病毒，但是伫北京当局定调，无证据显示病毒的来源是伫咧武汉以后，等到指控美军才是在下源头。川普政府嘛回击，直接用中国病毒来称呼，而且讲伊有证据病毒是对实验室来的。但是国际之间安尼一句来一句去，对消透疫情是无帮助。谭德赛阁警告，上歹的状况也未来。We all want to get on with our lives, but the hard reality is this is not even close to being over. Although many countries have made some progress, globally, the pandemic is actually speeding up. 谭德赛讲，部分的国家疫情反苦，就是因为着急解封。目前全球半数的死亡病例拢伫咧美洲，美国西部甲南部疫情阁倒架起来，就是解封的效果。巴西过去一礼拜病例数就将近26万，是创下疫情爆发以来过一个礼拜上悬的纪录。英国7月初时才要开放酒吧甲餐厅来营业，不过煞伫29传出中部城市列斯特2礼拜爆发800件确诊案例，所以当地对30中起禁足令，这嘛是英国头一遍实施地区性的防疫封锁措施。记者综合报道。英国讲完，咱来讲法国。目前，同法国国内也有超过70%的用电是外靠核能发电。因国内东部一间较单运转上介久老牌发电厂，到今仔日基台拢总测试从此结束经营。虽然法国还有18间核能电厂，计共56粒核子反应炉伫咧芳无停。不过环保团体嘛讲，这已经是一战大胜利了。总是电厂四边的民众是较烦恼地方阁刷落来经济的发展。
1978年正月初1正式启用的费舍奈姆核电厂，伫咧法国东部的上莱因省，离德国的边界敢若1.5公里，瑞士的边界嘛大约40公里。伫咧上悬风的时阵，核电厂的员工加上包厢甲维修人员，请的总人数是达到1500人到2900人之间。针对人口2300多人的费舍奈姆小镇来讲，这是真可观的消费族群，嘛是真重要的经济甲税收的来源。毋过，因为着伫咧边界，搁伫咧莱茵河的上游，近侪年来反核团体抗争甲抗议是一直拢有。特别是伫2011年日本的福岛核灾了后，当时法国总统左派社会党的欧兰德誓言是要甲费舍奈姆核电厂关起来，一直到马克宏总统就任了后，才伫咧2018年确定，依照核电厂运转袂当超过40年的安全年限规定，互费舍奈姆核电厂除役。伫咧反核团体欢喜的时阵，地方人士烦恼是未来这个小镇社区的发展。基本上，反应炉停机了后，搁要几落个月互伊冷落来，才会当开始提出燃料棒。这个过程预计要2023年才会当完成。若是全面废炉，上少要等到2040年。发生社报道指出，前一个阶段，电厂会有290外个员工来进行处理，第二阶段敢若剩60个人左右。Oui, la fin de la production signifie aussi la fin des recettes fiscales. Donc elles sont encore, on les a encore garanties pendant 3 ans après la fermeture, c'est-à-dire jusqu'en 2023. Mais bon, à l'échelle d'une collectivité, c'est très court, c'est demain, c'est aujourd'hui. 费舍奈姆核电厂除役了后，法国还有18座核电厂，甲所属的56个反应炉咧运转当中。费舍奈姆核电厂加出来的员工，会由电力公司派遣去其他的电厂。毋过，因的家属大部分拢伫咧费舍奈姆生家，要做伙搬去生分的城市，也是互员工家己一个人去，是即寡家庭爱面对的课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发电的问题，前几日台电公司台中火力发电厂乡土团的2号发电机开始运转，到即阵已经互台中市府罚金2000万。市府甚至佫讲要甲台电的负责人，也就是董事长移送地检署侦办。另外嘛有国民党籍的台中市议员伫咧火力发电厂门口绝食抗议，毋过嘛有中部的学者是徛伫台电这边，要求市府咧处理这条代，就要照科学用理性。今日热加32度，2位国民党台中市议员要对台中火力发电厂竞争，各发表绝食声明。还我健康！还我健康！去绝食来抗议，希望能够台电能够悬崖勒马，把这个2号机组的这个燃煤能够停下来。台中市长罗秀燕大真硬强调，就算环保署撤销台中市对中和2号机的处分裁罚，以要挟依法行政。台中市议会所制定的减煤条例判定为无效，也可以把台中市政府决定要撤照2部机组的决定判定为无效。即使我们依法行政，函送的负责人或者是重罚2000万，我相信民进党中央为所欲为，也会帮他们解套。台中市政府针对中和2号机定判按6月30加罚台电2000万的裁处书送到的，也照空污法甲台电董事长函送台中地检署。以函送我们可能是杨卫福董事长为主，第2次的话，我们将处以这个最高2000万的这样的一个罚款。这一次是台电的杨董事长下令重启2号机组，所以未来函送的对象可能就是杨董事长。环保署确实以普通的行政程序法直接跳下来撤销台中市政府的行政处分，我们认为这里是违反地方制度法。不过，中兴大学教授曾炳杰调用科大兼任教授洪振中，中部教授协会理事长黄进聪，中国医药大学教授林子贤等学者出面挺中和，建议台中市政府处理中和问题，要用理性科学方式，无应当采取民粹式的政治操作。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热，用电就伤。进前婚姻馆就查到人偷接电的案件，原来嫌疑犯就是骹手会动，水电的功夫真密。代志出破，警方现场阁查到伊改装电表的工具。买手台电公司请求伊，就要赔偿电费钱75万，反而阁判刑6个月。台电嘛提醒民众讲，要省电，还是就要照步来较好。台电人员会同警方来查测电集团，一下就发现专业改装工具。原来这名李姓嫌犯本身就有水电工的背景，却利用改装工具破坏电表封印，来变做电表来测电。原本电表被改过后，就用这来报销。那个就是做什么？免讲做什么货啦，
这拢加工过，来。这边迄个啊。哦，这个用红纹锁。好水，一支。你钓到水钓。这个破坏咧红纹锁。哦。这个内底啦吼，来。台电人员表示，这件测电会被发现，是因为台电人员巡电表时，发现电表方面有被破坏痕迹，因此报警来追查。后来透过云林警方调监视器，才发现李姓的嫌犯，最后查到3处变做电表测电，依法上班。这个案子呢，总共我们最后破获有3处，那总共追偿电费有75万多元。那我们也是呼吁民众不要误闯法网，那相信这个无效业者的这样一个节电省电的一个错误的方式。台电人员表示，热天用电量悬，民众应该按照正常管道来省电，千万袂当透过民间不效人士，借着要增省电的专利，确实在改变线路来破坏测电。若是被抓到，搁被追讨1.6倍的电费。至于这名李嫌最后被法院判刑6个月。记者有报道。讲到用电，就想到家电出名的大牌子台东公司。股票上市的台东公司今年股东会改选6席董事，3席独立的董事。本地就咧治理公司这派的大股东，含对股市内底一再买股票新股权的市场这派互相对敌。市场派所支持的独立董事候选人黄国昌前立委，今日嘛亲身出席董事会、股东会，伊阁特别说明讲，幕后绝对无中国资金伫咧支持。为什么跑这条路？凭的是哪一条法律？台东公司市场派推出的董事候选人之一，行动董事长林丰信，嘛去互台东公司现场的工作人员挡伫咧外口，袂当入去股东会，引发冤家冲突。如果经营者做得不好，要自己虚心检讨，而不是动不动就用资金来源或自己来做认定。任何人都不能逾越主管机关跟金管会的裁判，来剥夺股东的股东权。另外一个法人股东新台东的委任律师，嘛共款互挡伫咧外口，无法度入去。大同公司用这种违法召集的一个违法的召集程序，想要完成今天的股东会，是非常离谱的。台东股东会今年的董事会面临改选，引发公司派甲市场派两路的人马大战。市场派为着避免互主动入场，前一天的下晡2点，就去台东公司门口排队。是国内就市贵公司开股东会，头一遍有人透暝排队。公司派嘛派真侪人，透早就咧举旗啊抗议，质疑市场派中资色彩，若是入主台东会影响因的工作权。这个入资已经很明显的、确实的是存在啊。3年建设王官员这几年市场派这几年一再的就想要这个入侵我们大同的经营权吧，他就只是要盖房子而已。那如果说他把我们的工厂都拆掉了去盖房子，那我们员工的工作权在哪里？公司派跟市场派，他们要争夺经营权，那就在我们法律规范的体系之内，大家合法、公平、公正、公开的举办这一场股东会的选举，不要再出现像3年以前那样乱七八糟的状况，整个股东会的决议被宣告无效了。面对香港有中国的资金，市场派提名独立的董事长候选人，前立委黄国昌是反驳讲，去互有心的人抹红，伊强调伫电子投票当中，已经摕到差不多18亿外的股权数，但有占总选举权特别高派支持。不过传出持股较悬的法人股东投票权去互抬掉，投保中心表示，敢有中资的疑虑，应该要由政府机关来认定，保证相关单位也在调查确认当中。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东，一寡老爸母定会想到上志。2年前2月初6所发生的花莲大地震，损害市内几条道路桥梁，尤其是联络花莲市和美仑迄条上志桥，损害上介严重。去年12月4日，咱有报讲，花莲市公所开始封桥施工，经过7个月的拍拼，重新建设复原的上志桥，早起嘛正式通车了。工程人员尤其桥前的围栏未少驾驶也咧怀疑，修了真久的上志桥真正会当过吗？这台银色的轿车抢伫第一，驾驶翘起大波往就欢喜的，边仔祝福也学了总算会当做胜利啊！很多人打电话来跟我祝福嘞。为什么？因为我7个月没有做生意了。至少到美仑地区或者是在县政府方面来讲哦，市区这一条桥很重要啦，那至少会比较方便一点。
2018年的0206大地震造成花莲市区几下条道路甲3座桥梁毁损，其中上志桥因为桥墩出现落差，市公所伫2019年12月初1开始封路整修，这段期间花莲市区交通就像乌暗期。上志桥在整个修复阶段比原本的一个预定完成工期8月18号还要提早了。那当然还有一部分的桥底下的一个修缮那我们是以行人通车为优先。上志桥历史真久高，甚至连当初的施工图拢找袂到，所以工程单位伫维修上遇到袂少困难。用16组的千斤顶，精准的把桥梁移到最适合的位置。除了这一个问题克服之外，我们还遇到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它的桥梁旁边附挂了一个非常大80公分的自来水管。好在当时立委协调自来水公司将这条专门供应予市区的自来水管刷到横侧下。市公所表示，目前还有龙滨桥需要修复，但过上志桥开通将有效疏解市区交通。记者综合报道。今年4月，国立台东大学附设体育实验中学邀请一个杰出的校友，名叫高冠宏，经过电脑镜头演讲人生的过程，和学弟学妹了解。结果这几日，高冠宏假造警察的身份，代志出破，校方嘛赶紧驳回讲，原来过去所颁予伊用伊的校友这款的身份已经撤销，阁有嘛甲全校的先生甲学生互相回失的，表明讲无查明演讲者的身份，实在都要赔罪。今年4月份，穿警察制服，又是针对台东体中的学弟学妹来演讲，勇者无伫惊的杰出校友高冠宏，迄当阵真有自信，分享个人伫咧读册期间到出社会了后，来做检警掠夺工课的生命过程。他也不避讳一些年轻的时候犯过的错，比如说不爱念书啊，或者跟人家起冲突啊、打架这样的事情。毋过，这原本真感动人的演讲，想袂到捌是学校有应对选手的高冠宏，29岁去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查到伊检警的身份是伪造的，且学校虽甲伊演讲的所有资讯拆掉，嘛撤销杰出校友的资格，而且向全校的师生来回失礼，因感觉真歹势，事情无好好调查演讲者的身份。有另外一个层次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学生高中毕业了之后发展的并没有很好那身为老师对他还是充满了担心。台东体中表示，伫咧高冠宏的演讲过程当中，已经流列而且有摕出证据的演说，完全看袂出来伊检警的身份是伪造的。毋过学校嘛强调讲，高冠宏事前嘛已经表示要甲演讲的费用捐出来，予学弟学妹无领演讲费。记者综合报道。咱国来讲，成功大学材料系廖准德教授研究出用链甲空足细空的纳米技术来掠病毒，就算干那一只病毒尔嘛无得走险。尤其佫毋免用到核酸还是抗体检验的技术，干那看病毒外围所包覆的化学结构，就通知影是倒一款病毒。若佫配合甲病毒的信号放大只，1分钟内就通验出武汉肺炎病毒有也无咯。成功大学材料系教授廖准德团队，2009年到2012年，利用纳米掠纳米的想法，投入做纳米含剂掠病毒的相关研究。2019年，这个团队佮开发出全新的热区自制试片，透过镭射光来照试片，若是有目标的病毒，光谱机器的信号就会增强，放大1分钟就会当确定病毒。物理做的这个试片，那这个试片呢，它通常是粗糙的，但是经过特殊的设计以后，它可以抓住这个我们那个要那个目标的一个分子或一个病毒那我们这个的话，只要有它的信号就可以加强到10的80万倍，所以大大缩短了这个需要去这个累积这个病毒的时间。廖准德进一步解说，掠到的病毒，敢若需要测病毒的外包膜化学结果，就会当判定是倒一款病毒。过去开发的试片已经伫 H1N1 禽流感、SARS 流感等等的7种病毒的研究顶悬得到验证，而且已经伫2012年摕到专利。未来会伫半年内建立武汉肺炎的拉曼光谱资料库，同步比对掠到的病毒，而且完成4位自愿检疫的检验车原型。我们未来目标就是，我们现在积极就跟成大医院合作，因为成大医院有这个病毒的来源未来的规划就希望有一台这个移动式的快筛的防疫车，然后可以到机场、港口、夜店、电影院对这个民众做快速的筛检。科技部今年4月公开精选防疫科技发展计划。
全国大专院校研究机构拢总提出要500件计划申请案，敢若10件入选。廖俊德团队就是其中一个，也若是这项新技术已经入选科技部防疫科技发展计划，会开发检测镜片。团队嘛规划甲成大医学院、成大病院做伙下领域来合作，替防疫尽一寡心力。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生活的消息，看一个号名叫做再度拒绝中台成人的剧团——再期剧团，因结合民谣、念歌甲戏剧，用创新的表演演出白色恐怖的历史。这部历史号名叫做《明白歌》，伊也摕到公元2020年台新艺术奖年度的大奖。郭钦配念歌，哪唱哪讲，哪讲哪唱。搁一边拒绝大汉剧团民碧歌的舞台顶悬，白色的布一张现过一张。这是台湾为日治到民国老岁含泪所行过的痕迹。詹碧豪用台湾民间讲故事的方式念歌和歌谣来唱台湾白色恐怖的历史。你就是一句7字嘛，啊7字内底你爱去写一个情景，还是讲你爱写一个感受，其实。民碧歌运用台语、客语、华语来呈现人物，表演者詹碧豪表示，用台语来创作歌谣，对伊来讲是正大的挑战。就算讲阮自细汉有咧听有咧讲，嘛是离阮还阁做远，就算我有去学过3个月乐器，嘛是还阁无够。按照月琴念唱，甲台湾现代故事一字一句拢唱入去传统的调内底。故事发生伫全台哟，人讲白色的时代。民碧歌的巡回表演，并毋是伫咧专业的表演厅内底，因甲剧场搬到民间，观众有8成以上毋捌去过剧场看表演。直到册面顶所写的事件，都伫咧眼前来扮演。亲爱的春兰，你还在妈妈肚子里。我就被捕了，父子不能相视，呜呼。就是对于这个历史，或者是他自己不具有的记忆，会有的很多反省。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回馈就是为什么我不知道。在古剧团以民碧歌得到2020年台新艺术奖无分类的年度大奖，因甲叮当的白色恐怖物件变作是声音的剧场，并且和维族民众来创造连结。记者尤怡珍台北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义。台湾过去弹乐琴、下大讲弦、念这个四句联念歌，本地就有咧劝世，这种劝世歌的传统。啊，民间流传上概括，就是日本时代丹青普所篇劝世了解神歌。那咧念，就是吕柳仙念了上界出名。人讲这部叫做人生劝化。四句联内底按怎样念，咱来甲听看卖。讲这款的歌真稀罕，专讲劝人在世间。人有真咬真含慢，俗语所讲为人难。世界经理都浅浅，几年中间就变迁。啊，若会当解约来上仙，一日无事小神仙。是啦，四句联伫咧讲，劝人在世间。有影，人有真咬，啊嘛有真含慢。俗语所讲。人你若要写，只有2撇是真简单，不过为人是真困难。唔只系讲世界的经理几年中间就变迁，望讲听歌的人就爱解约来上仙。因为你若真正解约来上仙，则绝对唔那一日无事小神仙啦，从此你人生心头就清盈。过来伫咧劝人讲唔通计较，讲有诶出事有家伙，兄弟无量起冤家，想真做人哪人客，转去江山别人的。各项随人的命运，毋是讲人熬钱才会春，含慢的毋煞免食困，有诶存着几万银。对，真侪有家伙，老爸老母目睭磕落去了后，兄弟啊相告，厝边头尾拢笑，拢头闭嘴讲现实啦。想真做人哪人客，啥做哪人客，就是讲目睭若磕落去。江山无囝半项无，这个江山毋是讲皇帝坐位才有江山哦，就是讲咱的财产啦。咱辛苦打拼出来，才会种种的成果，讲做江山别人的。啊，各项随人的命运，毋是讲人熬钱才会春，就是咧劝人讲吼，你毋通熬的人自高，啊若含慢的毋煞免食困，有诶嘛存着几万银。过来四句人讲，毋是财前伊有拍，命中8字有精差，人若开花免人教。平平双手一双脚，平平双脚一双手，富贵2字难得求。
歹命人啊较长寿，前世做来今世修。当然，四句人伫咧甲咱劝讲前世后世即款代志，有当着啊，咱无得甲讲，人人都相信。毋过内底四句人真正咧表示讲，人若开化免人教，平平双手一双骹，啊富贵两字咱毋通强求，因为歹命的人，无若讲吼，因为着骨力做认真做，日头安尼伫咧拍，颠倒较长火烧，啊若翘骹连喙手手不当三宝，无若糖尿病个血压。不时倒来伫咧缭乱，这嘛有可能。毋是讲富贵两字难得求，歹命人啊较长寿咧囥啥？可能着爱看较开咧。当然时代伫咧变迁已经无共，即马真侪代志，咱未来拢预测会到。毋是讲后个月台湾风台期就到了。中央气象局他嘛公布，今年风台预测。佮分析讲，下半年可能有21到25个风台会结起来，其中3到5个风台会侵犯台湾。啊，另外今年7月到9月气温会较悬，民众得真注意，减曝日有较好。天气真正足热的，台北市日到温度升到38.9度，从有史以来6月份上高温。啊，若是这款烧炎炎的天气，可能该继续一段时间。气象局表示，目前西北太平洋敢若2个风台形成，预计下半年风台形成的数量是正常至较少，且有21个至25个，青台数量是接近正常，且有3个至5个。影响台风的个数来看的话呢？我们预测青台台风的个数是正常的范围，大概是3到5个左右这样子侵袭台湾的机会。气象局表示，目前热带地区的海气状态接近正常，啊，不过反省的现象有发展的趋势，致使今年热浪可能会更较烧热。预计今年7月份到9月份，台湾气温偏悬的几率较大。7月份的雨量偏少至正常，8、9月份的雨量是接近正常的几率。啊，若是受到反省的影响，嘛，互风台形成的地点更较接近台湾，好加在风台强度是较弱的。由于台风生成的位置相对于台湾比较近，所以跟生年比较起来，侵袭台风的台风强度相对来讲会比较弱一点。气象局提醒，7月份开始进入风台季，民众要提早做好风台准备，嘛要预防热浪、降温也是雷公线。因为30太平洋高压势力减弱，台湾附近的水汽较济，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阵雨或者是雷公雨。过到了后，各地嘛拢会有暂时的雷公雨，山区嘛要注意向上大雨或者是大水雨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时代伫咧变迁甲进展，今日中华电信公司嘛举办网络目前上紧的速度5G 的基地台开始运转的典礼。啊，蔡英文总统和交通部林佳龙部长拢有去到现场观礼，这嘛代表台湾网络5G 的年代正式开始了。啊，消费者上界关心的费用问题，中华电信是讲上俗的月费599，那用烫海的上加就要1399块。3、2、1，中华电信5G正式启用。用手比出5个姿势，电信头叫中华电信宣告台湾5G世代正式开始。总统蔡英文嘛来现场参观5G行动，结合机器手骨机械化，达到智慧工厂的效果。蔡英文表示，5G是第2任期的重点产业，台湾甲美国、韩国、日本等等的先进国家，共款下入去5G商用的领域。5G 开台以后，我们会加快5G 基础建设的部署，政府会在4年之内投入超过200亿的资金。透过松绑法规、调整技术和资金的门槛，活络市场，健全5G 产业生态系的发展。中华电信手头休领先开台，受到外界关心的资费方案嘛出来呀。分做买手机啊、甲高门号2种选择，总共有8种月租方案，分别是599到2699，上俗的用碳海是1399。当市长谢继武表示，5G 信号包括6都甲大专以后相关等等的地区，估计开台涵盖率是17%，年底会当到30%，明年60%。今天为止呢，我们中华电信已经建设完成了2000座的5G 基地台。好，那我们预计在今年底，我们会达到4000座的5G 基地台。那我们3年内，我们会建设超过1万座的5G 基地台。5G 开台大战，台湾大哥大经伫同一天，甲中华电信小连续开台。阮团嘛伫咧7月初3要举办记者会，另外台湾之星甲亚太电信预计伫咧今年第3季开台。啊，毋过目前除了中华电信，其他电信业者拢还未公布确定的资费方案。记者综合报道。
咱搁来讲嘉义县沿海乡镇，渔稳的规模有将近6000架栋，主要就是集中伫咧布袋、渔德甲东石。啊，毋过近来气候变迁，养殖渔业的经营是愈来愈困难。当有分临嘉义、台南这个县市，计共46名养殖业的青年人，经过嘉义县府的辅导，组织一个联谊会，结合各界的专业和资源，要来支持少年家继续投入养殖业，做伙来打拼。 46个为分临嘉义、有台南来养殖渔业的青年，为着要提悬养殖渔业的技术、有环境，透过嘉义县政府的辅导，成立西部第一个养殖青年的联谊会。我们主要是一个平台，然后技术交流，然后很多问题的话，大家因为很多养青，可以让我们再增加我们这些知识，就是减少用药，然后他们辅导我们做菌种，然后就是跟一般的养殖有所区隔。 受到极端天气影响，养殖渔业的经营嘛愈来愈辛苦，而且渔电共生的设施养殖，嘛变做未来养殖产业的第一个选择。在渔电共生这一块的话，有机会为整个产业带来另外一个转型。我不认为它是一定不好的，我认为它是一个契机啊。 伫布袋做白虾养殖，嘛是联谊会驻村所的区经药师表示讲，设施养殖和传统养殖是真无共款，要安怎转型，除了资金、土地、水质这款技术嘛真重要。知道怎么样从事设施养殖，而不会在投入的过程当中因为失败就垮掉了。所以示范点、经验的传承、教育训练，这些都非常的重要。 农委会渔业署表示，水产的养殖大当的产值都有增加的趋势，不过愿意投入去这个产业的人数愈来愈少。这个养殖青年联谊会结合产业、政府、学者三方的专业、有资源，希望会当替养殖渔业的环境有更较好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中部的八卦山顶有一个少年农民咧种金龟，伊种出来是亲像西瓜遮大粒，会用伫讲是生目睭发目来，真罕见。咱嘛做伙来眼界一下。 这是南投的八卦山少年农民张友珍用3天的时间做实验，把较大粒的金龟子留落来。经过人工的浪花改良新的品种，今年也因为有适合的气候，总算是种出像西瓜遐大粒的金龟。把大颗的花，然后跟异花授粉这样子，然后它就是会变得很大颗，然后就感觉很可爱，很像西瓜掉在田上。我们的液态肥就是使用我们练完基金的渣渣，然后下去给它施肥，所以它就会变得更大颗。因家鸡仔饲伫咧边仔骹。 鸡仔毋来当替因猪汤，放落来鸡屎顺顺当当做肥料，实在是天然够方便。另外，张友珍的小弟对煮食是真有兴趣，用家己种的金龟发展各种料理。我们家是养鸡的，之后最近有鸡蛋，最近也在种南瓜，所以我们就想要把南瓜跟鸡蛋做一个结合，之后开发一些新的料理，像是最近的纯蛋饼啊、南瓜蒸蛋。窑烤面包是我的兴趣啦，就是用面包跟南瓜做一个结合，之后再用窑烤让它香气更香。 张友珍表示，若是民众对在地菜色有兴趣，欢迎大家自问导览。若准拄到采收期，嘛会开放予游客家己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中部彰化和美有一个专门咧替人洗日本头鬃的老阿嬷，今年已经85了。伊讲伊这手功夫正是去日本学美术美容所学的。伊的新妇和孙新妇，但嘛有传伊这手好功夫。 甲头毛偌好整齐，然后甲扣做伙。今年85岁的游社阿七，喙笑目笑，也搁踮伫咧彰化和美镇开头毛店，替人客热这种日本头。来遮互伊识到的老主顾，拢讲伊的功夫，无人有法度甲伊会比拼。他很有名啊，每个人如果说梳头的话，一定要找他。 因为怎么说，你知道吗？他是和美最有名的梳头。我20岁就去日本3年，去读美容的啊。人是在咱台湾读，我是去日本读美容的。咱全国咧比赛我搁去台北做裁判啦。 游社阿七讲，伊做美容院这道替人洗头、热头鬃已经超过1甲子。不管是新娘头或者是日本头，等等其他的造型，伊的双手就那亲像有魔法同款，总是有法度替人增加水当当。伊的新妇甲孙新妇也拢有学到伊的功夫。 日本头的话，它会特别的蓬，然后那个角度会特别的四方形。挑高的话，然后是整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开伫咧彰化和美镇
一间已经几60年的老店，虽然看起来真传统，不过有些阿姊和伊带出来这个时岁，收入也对着时代，互来这适度的人客对阿妹啊、小姐到阿嬷，大家都拢欢喜佮满意。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日因为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和澎湖一寡地头拢有短暂的顺雨，甚至是雷公雨。啊，其他各地区，佮有金门、马祖，拢是济云到好天。不过过到时啊，嘛是得爱提防变大雨发生的几率。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1度到37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1度到35度。台南、高雄、屏东31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31度到35度，金马澎湖28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晶。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推小姐。前几天甲朋友冤家，心情有淡薄仔艰苦，真歹势。咱今仔日要讲的事是吃亏。吃亏汉字写作吃亏，罗马字写作可以吃，可为亏。吃入声第4调。亏第1调，吃亏其实就是现代词可怜啊的意思。早前定定咧用，不过现主时已经较少人用啊，真无彩。吃亏是一个真水的词，若无人用，这真正是可怜啊。甲伤心、吃亏意思差不多的，阁有怨气、气心、懊恼。忧愁、郁卒、苦楚、心酸等等，台语词内面有这么多伤心的话意词，才有人讲，咱台湾人是对伤心真有感觉的一个民族。嘛无怪古早的台语歌、台语电影内面，悲恋拢是上主要的题材，怨气、气心拢是心情无好。不过，这两个词较有，拢是你啦，这种怪罪别人的意思，甲吃亏这种较属于自卑自叹的感觉无同。懊恼是无甲代志处理好势，所以感觉真后悔的心情，主要是针对代志发展的烦恼。忧愁甲郁卒是长时间的伤心，有可能因为感情状况。生活也是为着人生大细项代志咧烦恼，大家拢会心糟糟，足无快活。啊，若苦楚甲心酸吼，迄种感觉较强，若像心肝头有尖咧尾共款，亲像有人讲，我君离开千里远，明日思君心酸酸。
迄种苦楚甲心酸。人讲好花难得心相对，身边无伴伊就上吃亏。虽然大家拢介意双双对对，有人做伴，毋过其实一个人生活嘛真幸福，无遐尼可怜啦。六吃亏、怨气、切心、懊恼、郁卒、苦楚、心酸。人的心情有好有歹，真正常。有时感觉家己真吃亏，嘛无要紧。当有气来的时，爱记得振作哦。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